是红。我是伊娜。阮今日来找里长，但是我的迄个台语无好，啊你好无？我的台语无问题啊。哪个？我的台语唔好，我的台语。今摆来欢迎咱的龙北翻译机。赛。大家好，我就是因高中的龙北翻译机。那即摆吼要带恁来去咱找咱这个里长，这个所在看看吼。啊，所在看看。咱去找这个里长吼，爱叫车，快点！安那？安怎？叫到一台兰博基尼。哦，就好呀的。来，水耶！咱坐兰博基尼来去找里长。你的电话？里长卡，里长。你即摆到倒位啊？我即摆到这个田的中医，你差不多偌久会到哈？偌久哦？我唔知呢，啊无，歹势我里长我问下司机的好无？来停车，停车过来噻！司机啊，歹势啊，借问一下吼，咱靠偌久才到哈？伊意思是讲，人生真久长吼，慢慢啊开。好啦，赶紧啦。好。你等你。好，等我吼，好，歹势，水来吼。是咪里长啊？这是咱青寮里的宝呢。阮林兄嘛是迄个，阮青寮三宝之一。哎呦，青寮有三宝。即马剩阮林爸啊。哎呦，安尼剩一宝呢。巴肚腰。伊爱来食一粒好料。哎呦，这是啥物件？阮这特产，阮较早，迄个50年代、40年代，迄阵的农业年代，大家吼。挂伫个时阵，大家互相帮忙。即摆吼，主家遮煮的吼，担来产人，或者工作人员，甲咱斗相共的人，大家享用，食一饭，食一袂枵安尼。就是办桌安尼啦。真正知影。真正。安尼是算田内底办桌就对了。来。有一种等于厝内底食饭的感觉嘞。当然啦。来。即摆若挂球啊吼，来出门头尾来倒挂啊，这饭人食，若饲鸡啊、菜鸡啊，你这饭钱较摕操，无用过拢豆钱啊、咸鸡啊，汉枪饭啦。汉字枪饭。汉字枪饭。教行食白饭。你也来车了，你嘛一定爱来吃。这我甲你介绍一下。这鸡仔漂辣椒酱自细汉食较大。来看卖来看卖。我跟你讲，就是这味的。这会当试吃诶。系啊，会当吃啊。Vegan。2点开始了呗。就来。我无问题啊。你下嘴啊！我是台湾人，我无问题啊。巧克力酱，这加肥的。你敢知影？巧克力酱台语要怎讲？我巧克力，就是巧克力，我知影。你知影？叫国语叫做巧克力酱。OK。台语叫做巧克力酱啊，500钱呢？500钱呢？巧克力酱。巧克力酱。那巧克力酱。那吴宗宪呢？巧克力酱。好了，欢迎巧克力酱。
小时候细汉的时阵，大家拢食这，因为这会当补起了鸡龟啊。哦，你看这个什么？中文叫做狗香糖，台语要哪讲？狗香糖。那是法文呢。淡薄像法文呢，台语是安尼讲的。贝雷秋莲糖。贝雷秋莲糖。好，等会。贝雷口香糖。周杰伦。hello。对，贝雷。还有这。对啊。还有这。 1、2、3、4、5。啦，来算啊！因为吼，咱现在要耍一个游戏嘛，咱来找路人。你们是从哪里？香港的，我们爱香港。台语。喏。咱哋邀请来耍这个游戏，叫做大家欢呼爽。限时10秒钟，开始。咱来看有啥物件来。台湾米露。台湾名产。哦，真的假的？过来是虾米？过来什么？对，是哇！哦，这算是咱台湾哦，一般来在家庭早顿拢会用到的物件。加码，我来增加一个规则。如果你会使讲台语，你会使20秒。里长是 Angel， 里长丢丢丢。里长是 Angel。出来了，3、2、1，c'est parti！allez，过来。来问一个讲，今仔耍咱这个活动的感觉安怎？ Qu'est-ce que tu as pensé de ce jeu aujourd'hui? J'ai eu peur, mais maintenant je suis contente. Oh, 你感觉緊張？金蕉，緊張？但是真歡喜。伊講伊真緊張，不過真歡喜。所以中文是说，他说他今天很香蕉，但是什么很好，但是很开很心，緊張，害羞，緊張了，緊張哎，緊張了。那今天你玩的感觉怎么样？你拿超级少的，挺欢喜。謝謝咱兩個香港的朋友，謝謝，多謝。叫啥物名字啊？阿關，是大家的人啊。大家，大家哇！啊，今仔咱有興趣來參加這個咱大家歡送的這個活動啊。就好耍誒，就好耍的哇！有食夠有量，啊，這會使啊吼。哦，會使。開始，7、加油啊！ 5、4、3、2、1，你干搞！靠墙，黑头毛的。逐工拢愛裝個水水啊，洗個香香，浴室清潔劑啦。愛甲水龍蒸了清氣。哦，姐啊，你辛苦，就胖哎。哦。煮好料哎。哦，謝謝姐啊，謝謝。好，既然來到這個家己的故鄉，就要歡迎咱這個主人家。到这底啊，本从早进前是人赶去買菜，啊，上哪買菜愛用家己地啊？耐用清洗，啊休息就打。啊，三底啥物件攏會使，要底菜嘛是會使，啊要底本身嘛是會使，買當底現金啊，買上底。很金。現金吼，可能家己底啊是較透明吼。迄留一倍，留一倍要買厝，哦，買厝，啊現金放喺迄個家己底下底趕去買厝。掛現金用家己底啊掛現金去買厝，我毋知你遮好嘢。啊，敢有想講要發展其他的食哈？
有啊，这目前有其他的食啊。传看没？好啊好，行。哦，你看就就这哦。较我去迄工厂的楼顶看吼，哇，看到遮侪无共款的色水的吼，嘿，真正有够水的。你敢唔知影有偌水？遮尼水哦！但是吼，我也是感觉这种典雅的上赞。这个金马牌是讲恁工厂做的。哎呦，恁做这袂输迄个法国迄个叫什么啊？ Louis Vuitton， 安尼是毋是会当吼？咱来做咱家己吼个人的迄个 style， 迄个 Louis Vuitton。我来青料理的任务一定完成啦。是啥物呢？就是你看阮身躯这个假肢底下造成的衫啦。我这是参考迄个 Louis Vuitton 的迄个最新款的款式。上新的迄个。你看我这有一个迄设计，嘿，对，嘿。上特别的是啥物呢？嘿。这唔是用纽啊哦，这是用安尼用黏的哦，所以咧穿甲穿拢足紧。安尼。你破坏你敢知影有偌紧？遮尼紧。好，谢谢你啊，真好，谢谢你啊，嘿。阿红介绍你身躯这领。这个是我今仔日家己做的刮刀，我感觉就很重。安尼会使，安尼你看，安尼烫来嘛是安尼好看。哇！会使，这领衫非常的安尼会当讲必炸大细，你有唔对？是人唔对吧？我应该用较大的，结果好，无说你用一个伤必炸。你这有你的形状诶。高水啊！我这一领安尼，高水啊，高水。啊，无咱一个行一个火鲜秀的。哎呦！哦 ，Michael Jackson 来。好，继续行去，行到远嘞。什么叫做 fashion？ 这个青料理吼，啊有咱身躯穿的这个家己袋，吼，啊，刚好有这个老街，吼，这条，后这后省，啊，还有牛车，还有兰博基尼，大家有机会当来青料理耍，安尼真欢喜，安尼，后回继续收看咱的。你就是英雄。